刑事局有查到一个姓林的男性呢，伊是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合作，去摕到被害者的相片甲个资，再搁利用 AI 这个系统呢，甲人的面容变做是立体影像，而且搁甲人的钱领走。目前已经抓到主嫌等4个人，其中呢，中国这个被害者是有55个，财损有新台币2亿，检方已经依法甲因起诉。警察来到台中北屯这间公寓，立即甲嫌犯压制。控制他，刑事局一个抓到3个人，姓林的主嫌是伫泰国红掠的。刑事局查到这个集团是由姓林的主嫌做金主，伊成立系统上甲中国诈骗集团合作，由中国非法的组织得到被害者的相片了后，用 AI 深伪技术，佮使用青年加几道卫星的网络服务，化解中国数字人民币分别面膜的严重，接把受害者的口罩，甲伊内底钱汇去别位，骗取大陆民众个资后，利用深伪技术制作被害人脸部验证影片。顺利透过数字人民币 App 身份验证程序。刑事局称查，目前至少有55位中国籍的被害者，财损金额大约新台币2亿。检方最近侦查中计，按照诈欺、祸害电脑使用、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，起诉姓林的主嫌等4个人。治安专家表示，最近 AI 真强，虽然生活变方便啊，不过若是安全性不够，各自外泄和违法利用风险也是大增加。你的相片就被拿下来，然后呢，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个影片，它可以做的用途会非常非常多。那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，它会有一些警讯。很多人会习惯在他 IG 上面每天放他的相片嘛，对，那个其实啊都是一个数据啊，角度越多啊，那个 AI 圈起来的那个影片会越像你本人。温怡玲指出，个资包含面膜啊、手痕等等生物性的数据，若提供愈详细，也互 AI 有更较侪连接甲运算。提醒民众若准提供影像，爱注意敢有公开，阁有迄个单位的用途，上好是以实际操作，也是办理的方式，才会当加强资讯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